第台三线新德路段最近出现一个交通标志，红色的底，白色的线，民众看到是拢雾煞煞。后来才发现讲，这是新德县政府安排来标示台三线的。公路总局知影了后，要求县府都爱伫咧一礼拜内爱随拆掉。六角形的轻卡，红色的底，甲白色弯弯翘翘的线条。新德县政府最近开卖1400万为台三线做标示，做出来刷甲原本的设计差真多，民众看了雾煞煞。因为红色通常都是用来警示的感觉，所以可能是来提醒大家，可能接下来的路会比较弯曲。现在又没有标志，可能每个人想法不同，因为每个人看不同。当初的规划设计上面，客委会在规划报告里面要求，我们希望用醒目的颜色，我们照做这样处理。当然，后续只是标志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后续如果有任何的意见，然后当然我们会采纳，再跟客委会研商。公路总局指出，这个标志的色水、寸尺甲图样，拢无符合道路交通标志设置规定，而且嘛无提报计划，会向相关单位了解状况，要求依照规定拆除。不符合那个标志标线设置规则，也不是属于交通牌面，它纯粹是这个意向的而已。我们会请县府他们先把它拆除掉，那避免这个牌面在将来那个标志杆上面误导了用路人。在地议员批评，县政府开钱装这奇奇怪怪的标志，若无采人民的税金，可以造成赛车经过驾驶混乱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